你哋喺整個過程注意細節啦，同埋一路即係注意客戶嘅要求咧，係即係做得非常之好同埋理想嘅咯。可能有第2期嘅裝修都一定會揾翻你哋。唔少人對於自己嘅理想家居都有一個藍圖，而白色小屋喺好多人心目中都係最理想嘅 style 之一。今日嚟到屯門藍地裕豐花園呢一個400幾尺嘅單位，雖然面積唔大，但係就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。呢個廳的的色色，好有安樂窩嘅感覺。不過相信大家對於細單位應該同戶主一樣，最擔心嘅就係儲物空間不足，所以戶主特別要求設計師喺呢一方面多花心思。我俾即係你哋設計師嘅要求就係大量嘅儲物空間同埋簡潔嘅設計。咁之前嘅設計公司可能只係做到其中一樣，但係做唔到另外一樣。咁最後尾你哋設計情報中心出嚟嘅設計圖，可以做到嘅整體嘅儲物空間係大好多咯，即係完全滿足到我嘅要求咯。所以即係最後尾揀咗你哋設計情報中心。喺2間房間就可以完完全全睇到設計師點樣用盡呢一度嘅每一寸空間啦。睡房以白色嘅家具為主，加上靜雅嘅淺色，令人感覺舒服。設計師計過度過，除咗睡床之外，用盡所有嘅位置做衣櫃，再加上地台，儲物空間即時大增。至於書房，更加係大刀闊斧，可以大量儲物之餘，亦都兼顧到活動空間。設計師特別訂做咗一系列嘅櫃，務求可以100%利用空間。當然，大量儲物空間同埋簡潔嘅設計，你哋完全可以符合到啦。另外喺成個過程裏面，你哋都好注意細節啦，同埋再有一啲額外嘅一啲要求啊，可能牆上面嗰塊鏡啊，或者一啲其他嘅一啲要求，你哋設計師都好盡量去配合啊。戶主對於設計師讚不絕口，咁對於負責施工嘅師傅又覺得點呢？好好啊，佢哋即係佢哋好落力咁樣幫我去做每一個即係安裝啊，或者即係裝嵌嘅過程，即係有好多細節上面，即係可能我都冇辦法一一做到，佢哋都好額外咁樣付出佢哋嘅勞力啊，或者時間去幫我處理呢啲細節咯，因為我都好多謝佢哋啊。